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怡康最新嘅一條影片啊！嚟到2月，梗係首先要同大家拜翻個年先啦，因為今年2月係我哋歡度中國農曆新年嘅大日子啊！喺呢一度同大家講翻句新年快樂，龍馬精神，祝咁多位老友記同埋你哋嘅屋企人喺新嘅一年都會過得開開心心、健健康康。你哋又知唔知今年嘅生肖係屬於邊一隻動物㗎？俾啲提示大家啦，我哋啱啱2025年係蛇年嚟嘅，到底乜嘢動物係會跟住蛇嘅呢？冇錯啦，今年就係到馬年啦。希望大家喺馬年都會好似啲馬仔咁，一樣咁有活力、咁強壯啦。講開新年，唔知大家喺過年嘅時候又會有啲乜嘢傳統習俗嘅呢？過年之前又會做啲乜嘢去做準備啊？俾我嘅話，我最有印象一定係年28啊！正所謂年28洗邋遢，喺呢一日會幫屋企做大掃除嘅。仲記得細個嗰陣會幫屋企人手開桶水，擺翻幾塊碌柚葉落去，然之後成間屋嘅窿窿罅罅位都要抹得好乾淨，而且仲會將啲舊嘅揮春搣落嚟，貼翻啲新嘅上去，佈置到成間屋都有過年嘅氣氛嘅。當間屋洗完邋遢，好快亦都會嚟到除夕嘅夜晚啦。除夕夜有時候會喺年30晚，又或者好似今年咁係得年29嘅啫。不過無論係年30定係年29，除夕嗰晚我哋都會同屋企人聚埋一齊食翻一餐團年飯。團年飯嘅餸菜啊，同做冬一樣都係咁豐富嘅喎。通常我哋會有中國人過時過節最中意嘅雞啦，又或者係會有一條魚，代表住年年有餘，亦都會有可能係一啲冬菇、蠔豉、發菜等等好意頭嘅菜式嘅。唔知你哋又最中意食乜嘢嘅餸呢？當然除咗食餐團年飯之外，我仲記得臨瞓之前啊，枕頭都會有一封壓歲錢擺喺度，目的就係為咗保佑啲小朋友全年都會平平安安。瞓醒之後，咁就到咗大年初一啦。今年嘅大年初一係喺2月17號星期2啊。喺大年初一呢一日，傳統習俗上，我哋會帶埋份禮去啲長輩嘅屋企度拜年，向佢哋講啲恭賀嘅說話。然之後小朋友就會好開心咁收到佢哋封嘅利是，而且小朋友仲可以喺個全盒度食好多嘅糖果添啊！除咗拜年之外，新年我哋通常亦都會食翻一餐開年飯。通常我哋就會喺年初2嘅晏晝食嘅。呢一餐係新嘅一年第一餐豐富嘅飯局，代表住新嘅一年嘅開始。通常會有8或者9道菜，攞翻個好嘅意頭。而菜式呢，亦都係會有雞啊、燒肉啊、蠔豉、發菜，又或者係豬脷等等，都係諗住有個好嘅意頭，新嘅一年就會過得順利啲啦。而嚟到大年初3呢一日，我哋會叫做赤口。傳統習俗上，我哋呢一日都唔會去人哋屋企度拜年嘅，因為呢一日相傳就會話好容易同人有口角爭執，所以我哋通常都會留咗喺屋企休息，又或者去一啲廟度拜下神，好似去下車公廟咁，希望新嘅一年會得到一啲神明嘅保佑，過得順利利。然之後再過多幾日就係人一啦，即係農曆嘅正月初7。傳說因為人喺創世之後嘅第7日先被製造出嚟，所以正月初7亦都係視為所有人嘅生日啊。而今年嘅人一就會喺2月23號嘅星期一。咁喺嗰日，大家都可以試下祝下身邊嘅老友記生日快樂喎。除咗新年，
我哋今個2月一樣會有2個中國節氣嘅噃。第一個就係立春啦。立春係24個節氣入邊嘅第一個，代表住春季嘅開始。冬去春來，咁新嘅一年就會進入一個新嘅循環，萬物亦都會慢慢開始復甦，而溫度亦都會慢慢變暖。今年嘅立春喺2月4號，雖然立春係代表住溫度會開始慢慢變暖，不過變暖都要啲時間嘅，所以而家嘅話，日夜溫差都依然好大，乍暖還寒嘅日子都仲係出現緊㗎。而第2個中國節氣就係喺2月18號嘅雨水啦。雨水嘅意思即係冬季嘅冰雪開始慢慢融化，濕度會增加，降雨亦都會增多，溫度亦都會慢慢咁回升。不過冷空氣依然喺我哋身邊附近，所以好多時都會仲係好凍嘅，有機會亦都會過住一啲濕凍嘅日子。所以大家都要記住有足夠嘅保暖措施，留意天氣啦。除咗中國節日同節氣之外，加拿大喺2月都有一啲本土嘅節日嘅喎，就係喺2月16號星期一嘅 Family Day 家庭日啦。每年2月第3個星期一都會係家庭日，呢一日嘅出現係為咗等人可以享受下一個長週末，有時間同屋企人相聚一下，鼓勵大家喺工作同埋生活之間可以取得個平衡，同屋企人享受一啲好美好嘅時光。好多人趁住冬季仲未完結，喺呢日都會去下滑雪、溜冰咁樣，又或者係留喺屋企享受下一啲溫馨嘅時間。呢一日雖然係法定假期，學校亦都會休息，不過我哋兒康中心就會仍然開門，等大家可以返嚟我哋兒康嘅大家庭，同其他老友記一齊相聚下。講咗咁多2月嘅特別日子，又係時候同大家玩下遊戲，動下腦筋啦喎。今次我同大家玩嘅遊戲就叫做認識。顧名思義，我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幫手認住啲顏色㗎。遊戲嘅方法好簡單，陣間我會俾大家睇下一啲格仔，格仔會有唔同嘅顏色嘅，而大家就要幫手去順序記住每一個格仔出現咗乜嘢顏色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嚟一齊玩第一條啊！第一個格仔出現嘅係紅色，然之後呢個格仔係出現咗黃色，而第3個格仔出現嘅係藍色。大家又記住呢3個格仔出現咗咩顏色未呢？好，咁我哋而家又一齊睇下，大家到底記得啱唔啱嘞？第一個係咩顏色話？係啦，就係紅色。然之後出現嘅呢，就係黃色啦。最後一個出現嘅格仔，佢係藍色嘅喎。你哋係咪都記啱晒呢？記啱嘅話，我哋又一齊玩第2條啦喎。嚟到第2條，第一格係綠色嚟嘅，然之後呢就係藍色，最後一格就係黃色。你哋又記好未呢？記好嘅話，咁我哋又一齊睇下，大家又記得啱唔啱啦？第一個格仔係咩顏色話？冇錯啦，就係綠色啦。第2格呢係藍色嚟嘅，而最後一格就係黃色啦。你哋今次又係咪記啱晒啊？係嘅話，我哋又試下玩第3條啊！今次會多個格仔噶咯噃。今次第一個格仔係紅色，之後係綠色，第3格呢係黃色，然之後到第4格就係藍色啦。你哋有記好未呢？記好嘅話，我哋又一齊嚟睇下，大家記得啱唔啱啊？
第一格仲記唔記得係咩顏色話？係啊，就係紅色啦。第二格呢？係啦，就係綠色。然之後就係到黃色啦。最後一格仲記唔記得係咩？冇錯啦，就係藍色啦。今次係咪都可以記啱晒四格嘅顏色呢？好，我哋又試下繼續再玩多條咯。今次一樣都係有四個格仔嘅。第一格呢，就係黃色嚟嘅，第二格就係藍色，之後就係到紅色啦。最後一格係綠色嚟嘅。仲記唔記得到底呢四格係咩顏色呢？我哋而家一齊嚟開估啊！第一格我哋見到嘅係黃色，然之後呢就到藍色啦，之後出現嘅係紅色，最後嗰格仲記唔記得啊？係綠色嚟噶。今次大家係咪都仲係記得啱晒啊？我哋不如又試下再玩多條咯。嚟到最後一條，我哋會有5個格仔可以記住嘅。第一個格仔係綠色，第二格係紅色，第三格都係紅色，第四格呢係藍色，最後一格係黃色。你哋又記住未呢？如果記好嘅話，咁我哋又可以一齊對下睇下究竟記得啱唔啱嘞。第一個格仔係咩顏色話？係啦，就係綠色啦。第二格呢，就係紅色嚟嘅。第三格呢，冇錯啦，都係紅色。之後嗰格就係藍色啦，而最後一格冇錯啦，就係黃色啦。大家係咪都記得啱晒呢？好，今日遊戲時間就玩到呢度先，遲啲我哋一齊再玩過啦。嚟緊嘅時間，我哋又睇下3月到底會有啲乜嘢特別嘅日子啊！3月嘅話，喺3月3號，我哋會有元宵節啊！呢日係農曆嘅正月15。元宵節好多時我哋可能會都有見到花燈掛出嚟啊，又或者喺屋企會食下湯圓，代表住團團圓圓嘅意思。唔知大家又會點樣慶祝元宵節呢？好啦，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喎，最後喺呢度祝願大家喺馬年會過得幸福快樂，心想事成。好啦，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